第21期大灣區老闆 IP 嘅課程咧又畢業啦，又有好多嘅老闆咧就從0到1開始佢嘅線上獲客之路啦。呢一年嚟咧，我哋已經做咗200幾個實體嘅老闆咧，面對面同我哋深度學習。嚟呢一期有呢啲老闆，我覺得好抵啊！你收得太平啦，我覺得值26,800。人哋上課呢，一個老師對一群人，我覺得最值嘅係1對1，點對點嗰種私密嘅服務，令到我好舒服。今次嚟佛山嚟李老闆呢度，令到我係有一種對依家呢一個時勢、社會又好、做生意嘅方式都好，俾咗一種新嘅認知，打開咗我嘅格局，亦都喺呢度好感恩，認識到一班咁優秀嘅同學，能夠共同成長。我覺得我自己今日獨立完成咗一篇從頭到尾嘅視頻，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開始。我係喺中山嗰度做食堂承包，同埋做嗰個全品類嘅食材供應鏈嘅。其實我想問你哋會唔會蝕本㗎？你睇又抄又成，咁好菜係嘛？非常之值，非常之值。最正嘅部分就係自己親力親為咁樣去拍攝一個自己製作嘅視頻。其實呢3日嚟呢，我真係瞓咗10個鐘左右嘅，但係依然咁亢奮，即係個思維好亢奮，因為學到新鮮嘅知識啊嘛。而且你老闆啲貨呢，完全係冇尿點嘅，除非你真係好急嘅啫啊！我係做港式茶點食品廠嘅，對我幫助好大啊！即係我第一日嚟嘅時候已經講咗我自己非常之清楚，我想揾個咩答案，其實已經揾到㗎啦。其實我缺嘅就係呢個答案，我爭一個支點嚟去支撐我，究竟我點樣去做短視頻，點樣去做新媒體。咁所以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呢：如果你係想做好短視頻，想做好新媒體嘅話呢，都應該要嚟上李老闆嘅課。如果你係從零開始嘅，非常啱，佢會從零開始去教你，等你成個框架係有嘅。如果你係覺得有啲迷惘嘅，可以嚟呢度幫你指點迷津。我原本係做傳統媒體嘅，從傳統媒體到新媒體係一個需要思維習慣上面一個好大嘅轉變，可能中山嘅街坊會比較熟悉啲。平民視角，街坊話題，你我零距離。各位街坊，我係阿春。我覺得太平，應該要加價。好似你哋咁樣嘅組合，你係將嗰種拍電影嘅專業結合到而家視頻製作同埋嗰個直播聊天等等各方面嘅呢個技巧結合埋一齊，可以講實戰嘅收益相當之大。所以呢，我覺得咁樣嘅收費係超值嘅，真係。要打破自己。OK， 好啊，希望能夠做到你哋心目中嘅後生嘅 uncle 啦。我呢就係做餐飲文化，同埋呢就係做粵文化嘅一個推廣。值啊，我覺得 OK 啊，我學到嘅嘢可以翻去再改進啦，然後就即係嗰個知識都係令我學識咗，只不過嗰個邏輯係要再編排。咁如果將鋪排好嘅話，會有更好嘅期待啦。我喺刷呢個抖音同埋嗰啲視頻啊咁樣，就見到你老闆，咁我覺得唔錯啊咁樣，同埋應該未來嗰個發展都要向呢個趨勢咁樣行啦。我覺得咧真係好值。原本我係做嗰啲傳統化嘅嗰啲廣告公司啊嘛，本身我都一直有意向話想轉成呢個短視頻嘅。經過呢3日嘅課程，我都覺得哇，原來短視頻真係有咁多嘢要學嘅。嗰啲咩編導思維嗰啲，我以前真係從來冇諗過。咁依家咧嚟到度，哇，個頭好炸，全部都知識。今次咧就等於除咗自己學識到拍新嘅視頻之外咧，亦都喺呢一個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屋企人。之前上嘅課咧，簡單一句叫你偷懶就得啦。但係呢一度咧，你只要認真，你點偷懶都冇可能俾人超越得到。我係做廣東涼茶嘅，記得要拍短視頻一定要嚟揾李老闆。